如果聽日你突然之間失業，你會做啲咩？我選擇咗放低老公同個仔1星期，一個人飛咗去英國，去咗上 McQueen's Flower School 嘅進階花藝課。Starting Over Again Episode 3記錄一個重新出發嘅旅程。出發之前剛剛經歷第2次裁員，心入邊充滿不安同埋未知，但我知道人生未必有幾多次機會可以放低一切做自己想做嘅事。我相信投資自己永遠都係最值得嘅投資。1星期嘅學習，遇到真正實一嘅花藝導師，認識到來自世界各地嘅花藝師，接觸到香港少見嘅大型花藝裝置，拎到人生第一張國際認證嘅專業花藝證書，提醒咗自己有啲嘢想做就去做，踏出第一步總好過永遠原地踏步。其實你控制唔到大環境嘅改變，只能控制自己嘅心態。唔知道自己可以走得幾遠，但係最緊要係俾自己一個機會去學習、去成長、去重新開始。試咗唔一定得，但係唔試就一定唔得。如果你都想俾自己一個機會去發掘你同花藝嘅可能性，不如由一堂花藝課開始，因為學習永遠都係最值得嘅投資。